今日有位表友攞咗隻浪琴表嚟維修，我哋攞到隻表之後檢查咗一下，發現指表應該係有入過水，指針同刻度都俾水漬侵蝕咗，外殼表面亦都滿晒污漬。我哋先打開底蓋，檢查下入面嘅機芯，發現固機圈上面有好多水垢殘留。攞出固機圈之後，見到把芯已經生咗好嚴重嘅鏽，啲鏽渣仲已經散落咗喺成個機芯入面。拆咗隻表嘅指針之後，我哋檢查下機芯正面嗰邊，拎咗日曆輪出嚟，就見到下面有唔少鏽渣。再檢查整個機芯嘅傳動輪系，發現每個紅寶石軸眼入面啲潤滑油都已經變質得好嚴重，仲有唔少金屬碎屑。拆咗輪夾板之後，由機芯背面望過去，可以好清楚見到啲變質咗嘅潤滑油同埋金屬粉末，四圍都係。呢啲就係吊夾板入面嘅鏽跡。分解自動部分之後，可以見到入面情況都幾惡劣。自動換向輪入面都積聚咗唔少鏽渣同埋鏽末，咁樣嘅情況會令到自動上鏈效率大大下降，嚴重嘅話仲會影響隻表正常使用添。將機芯完全拆散，放入油缸入面，倒入洗表油，逐件手工清洗每一粒零件，呢個就係清洗好嘅機芯。